上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得主黎明个人演唱会的上节。尊敬的各位领导、各位来宾，亲爱的戏迷朋友们以及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晚上好，欢迎光临今晚的黎明个人经典名剧名段交响音乐会。一个摘得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得主的一个在粤剧舞台上驰骋了30年的当家花旦，一位仿佛为粤剧而生的江南女子。如果说黎明选择了粤剧，不如说粤剧选择了黎明。是的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当我们用这几句简单的语言在概括黎明的时候，我想首先呢，请允许我们代表黎明向粤剧界前辈们、老师们、姐妹们表示衷心的感谢。也正是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、关心、呵护，黎明才有今天向粤剧戏迷朋友们汇报演出的机会。您看，现场来了那么多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是如此的热情，大家都在期待今天晚上的演出。那还等什么？首先，让我们掌声有请来自国家大剧院的指挥孟焕先生，有请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今天呢，我们还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粤剧小生范派领军人物、国家一级演员、中国戏剧梅花奖2度梅得主吴凤花，粤剧小生徐派领军人物、国家一级演员、中国戏剧梅花奖文华表演奖钱惠丽，粤剧尹派小生、国家一级演员、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萧雅为黎明的歌唱倾情献演。欢迎，让我们再次用掌声欢迎他们。好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，有请今天的主角黎明登场。有梦就去追。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的青春绽放成娇艳的玫瑰。天籁乐音，月朗风起，前方有一道粤剧长廊，延伸在你的期待里。今夜，倾尽我的所有，向你敞开心扉。首先奉献给大家的是丝竹篇《红楼组曲》。
想起。今晚是如此曼妙的交响乐剧之夜，李敏特邀的几位名家也为今天晚上的演唱会带来无限缤纷的色彩。那么接下来，让我们继续有请来自上海越剧院国家一级演员、中国戏剧梅花奖文华表演奖得主钱惠丽为我们演唱《金玉良缘》，掌声有请。林妹妹，今天是从古到今，天上人间。是地间诚心满意的人我还不容小看将心心送给了子弹，把家境赔，总算是东园桃子西园绿，今日异乡啊，一直在。
我也美。从今儿呀，与你成身早起摘花灯，半夜挑灯把米菜。天香平林观松花，古有谁吟大长灯，从今儿巧语今要赢满山门，直到团山分不开。这真是银河山块终于多啊，女郎织女齐心为呀家喻户晓的古典名著，纯净的嗓音，委婉中透着清高的林妹妹，两小无猜。可以说，这一切呢，似乎都汇聚着人世间的美好。李敏对我说，从小是唱着《红楼梦》的曲子从事了越剧事业，也让他从事了王派艺术。一直以来，李敏认为王派艺术的演员都得会唱《红楼梦》的经典名段，因此这一次，李敏也将用一种特殊的方式，交响乐合作的方式，向大家演绎这其中经典的部分。接下来呢，就让我们一起欣赏李敏带来的《红楼梦》中的粉稿以及葬花选段，请欣赏。
龙在
从此轻抛，一人倒下万人泣，万人泣。燎原烈火照天上。满天照耀，照亮我胸中万怪红旗飘。为谁平生苦怀思？怎能心碎啊，心碎为人情。
其实我永远是当的女儿，我的心永远我母亲在一堂，能把青春献给党，这是我无上的荣耀。到明天家乡解放，红日高照，请对我相同姊妹问好。今实在坚守祖国的大道上，我的心永远我专有在一堂，我祝同志们身体康健，为革命多多立功劳。为革命要多多立功劳。到明天全国解放，红日高照。请陪我把孩子来照料，告诉他胜利得来不容易，不容易呀！别把自尊的年月轻放掉，让他当好几百人，莫过为祖国的期望当的教堂。
好，亲爱的朋友们，那接下来我们进入蝶恋篇《梁祝》组曲。越剧经典《梁祝》，想必大家已经对其中的选段非常的熟悉了。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，有请萧雅和李敏共同演绎《18相送》。家中苦于西房开。
且瞧自己，且瞧我家来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接下来呢，让我们继续《梁祝》的爱情之旅。这一回是楼台会，扮演梁山伯的是中国戏剧梅花奖2度梅得主、国家一级演员、范派的领军人物吴凤花。吴凤花扮相俊秀，唱作俱佳，文武皆备。她的出场一定会本次演唱会掀起一个高潮。掌声有请李敏、吴凤花。有请。
在永结生死无缘。难到老。两兄啊，你我原来同相生，一愿见你在草江。我与你同走共度三年，在十指旁，生生世世永相好。我直到天送人缘，良缘培养，谁知道姻缘不上明波表。我知道你还月老妹来做谁？